后来，中国的官方针对着台湾的资通电军继续展开着行动。国台办讲，要对20个涉嫌用网络攻击着大陆系统的台湾资通电军的人员依法懲戒，而且纳入着监管的名单。咱的陆委会目前也无评论。下一步，我们将继续依法采取有效措施，一追到底，绝不轻重。一是借助各类司法渠道，依法严厉打击被通缉的20名犯罪嫌疑人；二是将资通电军所有人员纳入重点监管范围，一经发现其违法犯罪活动，依法严厉打击；三是坚决依法打击民进党当局与外部势力暗中勾结、操纵资通电军对大陆网络设施实施网络攻击等违法犯罪行为。其实中国广州的警方伫6月初就指控这20个人非法攻击，当时就发布着赏金要通缉这20个人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